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我们嘅欢收看1月19号礼拜二嘅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在地有线电视信号升级数位化以后，都来要互民众享受高画质嘅频道节目。到目前为止，已经推出1G 嘅快速上网来满足收视好嘅需求。对此，上主青甲三广有线电视买 Home Plus 中加嘅新嘅400表示，想打造全新嘅门市环境。上午正式开播，场面相当热烈。全台拥有8万有线电视用户的中嘉集团，统一改成 Home Plus 的400标示以后，三广有线电视的门市嘛重新改装，选择19号上午良辰吉日，也借以庄严隆重的祭拜仪式，祈求天主助助者，希望以上大心的在地服务来永续经营。当然，都让门市打造全新的环境，相对嘛提升服务品质，让人客有焕然一新的感受。门市还不错啊，你们那个越来越业务好像越来越兴盛的感觉啊。有啦，现在服务的还蛮不错的了，感觉那个速度啦，服务的速度啦，跟那个服务的态度比较积极一点。另外来到上主村有线电视的门市，也只为了庆祝重新换新装，也特别请来 show girl 再来热情的舞蹈，去社区民众前来互动到热烈，而且现场打卡上脸书，会上环保袋啊订好康，而且好康也不止安尼，民众只要早着款凭网络小单，也只一个免费咨询，家里省钱的方法，更有一罐卫生纸收送。健康健检，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有想说，有看到你们的介绍，然后想说，我在中华电信是不是1个月缴那么多钱？想说也来请说你们这边来帮我看一下，说我是不是有多缴钱？但是小姐刚刚跟我解释过，她有介绍我不错的方案可以帮我省，也许可以帮我省掉一些钱啊。有线电视表示，所谓 Home Plus 就是强调以家户作为概念，传达智慧家庭的幸福感。所以改装以后门市除了明亮有现代科技的气氛，也要让消费者实地来体验4K 智慧型机上盒，搭配1G 快速上网的操作。Home Plus 机上盒，然后它这一台有别于之前的机上盒，它有那个蓝牙的功能，还有语音的功能，然后它的遥控器是没有死角的。双星三广有线电视所属的中嘉集团，在去年6月正式推出了4K 超高画质的智慧型机上盒。那同时，我们也全新设计了 Home Plus 中嘉这个品牌。那所以我们也把三冠王跟双子星的门市重新做一个改装整个环境焕然一新。那增加有那个宽屏的体验区，还有数位电视的体验区，让门市的客户有一个舒适的环境。整个来讲我们都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然后越来越多的那个互动的服务让客户来享受这样子。上主村甲三广有线电视随着时代潮流不断求新求变，来满足收视好的需求。每一位消费者来到柜台，买当感受上好的服务。特别疫情期间，民众减少出门，伫厝已经不是看电视，而是聪明用电视来享受所谓新生活。今日新闻顾问及何乔芳采访报道。为了学生会当培养团结精神，台南市教育局特别创新设计一款以一班作为单位来进行马拉松接力比赛，让大家同心协力。每一位选手需要完成800公尺，对学生的体力嘛是真大考验。对此，市长上午嘛亲自开赛，甲学生加油打气。一透早来到意在金社的外面，就会使看到有真侪学生当咧热身，因拢是来参加这届由教育局举办的马拉松接力班级对抗赛的选手。这届的赛事将由每一队16位选手，一个人完成800公尺。除了考验学生的体能，也是班级团结的挑战。这届大约有1800名的学生报名参加，
分做各种小学甲无共年级来比赛。19号上午盛大来登场，市长王伟特也亲自出席并主持开赛仪式。市长除了鼓励选手爱加油，也肯定这个赛事的意义，也希望接下来会使有更较多学校甲学生来参加。第一个蛮趣味的，第二个又有这种竞争的概念。那一个同学大概跑800公尺，好，然后这个一棒接一棒，总共要跑12.6公里，16个人哈，所以说我们觉得这是蛮有趣的，而且是每一班几乎每个人都跑得到，除了身体比较稍微有点状况的人之外，几乎每一个人都跑得到。那一方面是这个培养这个大家班级之间同学的感情，而且大家通力合作完成一件事。另外一个部分是班级之间的竞争，我觉得也是良性的竞争，所以这个部分有寓教于乐的意味。我们也希望大家同学之间跑出开心，也跑出健康。希望说接下来我们还会陆续再办类似的这样的对于学童体适能有帮助的，对于这个普利有帮助的，希望大家都一起来。教育局长郑兴辉表示，这个比赛结合教育部体育署大跑步计划甲体适能的检测，也以着趣味好耍的方式来呈现体适能的数据甲成果，甲过去自式化的检测无同。同时，比赛的场地结合古迹，也充满台南的特色。同时，为了确保学生的安全，体育处也伫每100公尺就安排裁判甲指工，让学生伫安全的环境来运动，留下特别的回忆。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伫安平建平里活动中心学西餐的学员，日前因为看到花瓶派出所环境拄着强烈寒流，也是爱伫外口巡逻维护治安，互因感动佮唔甘。为了感谢因的辛劳，这群学员将因所做的姜母乌糖要来烧送场面温馨。建平里长傅建峰指出，第4分局花瓶派出所位伫咧建平里内，下内有市政府、市会、市调处等政府机构。平常时的勤务就真无闲，加上去年12月到今年1月9日，市府广场阁有侪场暗会，而且这几场拄好阁拄着寒流来袭，看到环境伫寒风当中执行，互人真感动又阁唔甘。所以建平里长傅建峰、建平社区总干事严美华以及烘焙班成员，特别制作了一批姜母乌糖，希望会当温暖警察朋友的心甲胃。天气真的太冷了啦，那我们是社区有我们里面那个烘焙班的这些烘焙志工有感受到他们那个严谨的辛劳啦，所以说送那个姜母黑糖给他们，说顺便暖身，把身体顾好，为咱治安会当做更加好的。建平里副里长他都是在地的里长，他对我们所有的同仁哦，他也都非常的关怀。那大家天气冷，最主要都是要有姜母糖嘛，姜汤。来抚慰我们所有严谨、热心的来执勤然后让他们感受到温暖但这一次也特别感谢副里长他们社区里面做了这些姜母糖来，送给我们这个华平派出所。谢谢我们安平区建平里的副里长还有我们的里办公处。那在这天冷的寒冬呢，给我们制赠姜母糖。那希望我们同仁呢，也能为我们的安平区更努力的付出。今年的寒流比起往年多了真侪，建平里看到环境为了城市治安，深夜嘛照常外出巡逻，所以特别为因准备了姜母乌糖，希望会当温暖因的身体，感谢因维护社区治安的辛苦付出。台湾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市消防救护车对去年开始，伫每台车顶拢配备12道停的心电图，历经以来成功挽回42条宝贵的性命。消防局为了感谢关键器材侪善心企业，并且为了辛苦的消防人员，18号特别举办感恩记者会，会中嘛邀请过去被消防人员对鬼门关抢救回来民众献身关怀，场面使人感动。台南市消防救护车因为配备了12道存心电图，伫去年总共救回42条宝贵的生命，成功守护了42个幸福家庭。为了感谢消防人员当时的救命之恩，曾经因为急性心肌梗塞，差一点就失去生命，后来被成功救回单胜甲汪小妹，特别向消防人员讲出因的感谢。感谢那一个人员也有紧急的时候帮我急救。造就让我现在还能活在这个世上，
还要感谢这些财团，还有这些公司赞助这些设备，在紧急时刻在救护车上面能抢救到我，非常感谢他们。保西分队的那个救护队，他能及时赶到现场，为那个女性做那个 AED 的电击一次就恢复了心跳，然后就紧急马上送到那个台南市立医院做那个急救。台南市消防局61台救护车全部拢有配备12导程心电图系统，是6岛内底建置相关设备排头前的。12导程心电图的装设，台南市在6都里面是排前面，还有其他好几个都还没有全面建制。那台南市的救护车的12导程心电图心电图它的覆盖率是100%，所有的救护车上都配置。这个不是因为台南市特别有钱，是因为的确有这个需要。我们今天特别邀集许多社会善心的人，他们出钱出力，帮忙台南市把12导程监测心电图建制完成。心脏疾病这10档来是个人10大死因第2名，其中急性心肌梗塞就是上紧急的疾病。而目前上普遍的治疗方式，就是进行心导管治疗，为病患到病院，一直到拍通血管为止。建议应该在90分钟以内完成，会当有效改善心脏血流，降低死亡率。而借由到院前12导程心电图，会当有效缩短这黄金90分钟的救命时间，让病人提早得到正确治疗，挽救性命。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先新闻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说到台南，你想到什么呢？是美食、古迹，还是丰富的人文景深呢？请跟着我们的脚步，欣赏百工百业专家阅览多样的人文风采，一同开辟阅读新飞页。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这个当积极导入台南发展太阳光电的绿阳能源，为了回馈社会，特别关键5台 AI 机器人加赞助开设课程的经费，和7个度假国小，希望来帮助偏乡教育。18号下晡举办热烈温馨的关键仪式。位伫7个区的大甲国小，18号下午伫校内因接了几位特别的新生员，就是桌顶看到的机器人，会有这5只机器人的原因就是。这几年积极伫台南发展的绿阳能源，为了回馈台南的乡亲，伫了解到大家国小的需求后，特别捐赠了机器人甲鹦鹉机器人课程的经费。校方也特别举办捐赠典礼，并送上感谢状。同时，这届也会甲台南大学来合作，将为偏乡的教育来尽一份力。因为在我们得知，就是独家国小他们其实有一个英语机器人的计划，那其实有了一个好的软体，那却缺了硬体，所以在我们董事长黄志文知道之下，就全力的指示我们一定要促成这件美事。那所以这一次我们公司也捐助了9万块，那协助硬体就是机器人，那我们分别会有5台力量机器人，那另外呢就是也会协助他们课后的一些课后辅导的经费。对，那希望能够协助这些偏乡的孩子，那让他们可以用更多的资源去学习，就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对，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立阳也有推一个立阳小学堂的圆梦计划。那这一次经过3年的一个推动，其实在台南的部分已经有累积了323人的受惠，那总共有161.5万。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协助这些清寒的孩子来翻转这个偏乡的教育。经费会用在购买机器人，以及我们机器人上课的时候的老师的钟点费，以及我们助教的钟点费。那这个区块呢，非常感谢这2个单位。以及我们台南大学学务长邱敏杰邱学务长，他本身也是我们独家国小毕业的杰出校友，是他的牵线我们才跟
李建新李教授，就是资工学系的李教授，能够这样来合作。那我们希望未来在课后照顾班这个区块呢，能够导入，让弱势的学生能够优先来接触到这一块的学习。我们目前会以16堂课礼拜3下午每一个礼拜2节课，那结合为台湾而教 TFT 的这样的英文老师的介入我们希望这个区块能够在我们独家国小把它当成是一个基地，再陆续扩展，也希望立阳这个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在其他的学校也能够持续来推展，来照顾我们偏乡的小朋友的学习。会中也邀请投入机器人教育多年的仁德国小，伫学生的展示之下，呈现因的成果。未来仁德国小也将会共同甲大甲国小来合作。会使看到现场大甲国小的学生拢对机器人非常的好奇，对着未来的课程也相当的期待。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社区大学以公民报道者开班，就希望透过公民的角度来报道台南的大小代志。今年该班开班10天，加上第12期的土豆杂志出版，特别举办公民文学展览，邀请市民踊跃来参加，嘛共同关心台南的发展。这个培育台南公民写作的社区大学公民报道者班，过去透过台南百工人物走访台南大街小巷，用民众的角度来报道台南的故事。今年因也迈入第10档，为了展现10档来的成果，因特别伫5园的公会堂举办以笔换公民的公民文学展，现场展示了因10档来行过的地图，同时每个校园拢运用家己专长的方式来呈现各种的作品。就是希望有更较侪人会使了解这片土地的故事。咱民间有一群的公民的写手，用10档的时间，每一档来采访、来报道，对生活就可以认识。所以咱这边的展览有一个特色，对咱的后壁，对咱学习笔记10档前，就咧讨论讲变用公民文学来办一个展览，10档了后来完成。所以这个展是10年一展。所以咱的展区内底有咱同学的学习的故事，所以呢，就有12期的这个土豆杂志的这个展览伫遮里。这12期嘛是会当讲代表着这10档来，咱伫公民的观点看到咱这个台南市直辖市这个文化，咱这个城市种种的议题一个记录伫遮里，这就提供互咱一个非常会当讲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回顾。那文化历都10年，那个公民用这样的报道这样的采访写作的方式去记录这个城市因心因格的代志安尼。除了10周年的文学展以外，这届也是《土豆》杂志第12期的出版。这届以着藏不住的滋味与想念为主题，透过爸爸妈妈为囡仔制作的料理来传达亲情的故事，加上2020年记录武汉肺炎甲南山公墓相关的故事，来呈现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每一个家庭的味道都不一样，就是很特别的。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妈妈会想说，其实可以煮一些属于自己家里的味道给小孩，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在这个成长过程中，有一些就是原来这个就是妈妈煮的，也许他可能再长大一点，出去到外面去上学甚至是工作，然后可能不见得有这个机会可以吃到家里煮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味觉的东西味道是可以存在心里面是非常久的，所以我觉得透过写作呢，让我们就是可以回忆到很多就是以前的记忆。透过这个南山的议题了，我知影讲，南山是因为经过400年，伊本来就是伫这个所在，咱大家好好尊敬这个伫南山所有咱的祖先，其实每一个身后事的上，咱的后代拢会足认真去找这个迄个风水的所在，拢是风水宝地。为什么咱会讲乱葬岗？所以是咱的思维不对。所以我伫这篇文章第37页里面，我对死亡真的有另类省思。听到遥远的国外有什么疫情什么，都觉得那个太遥远了。但我们这本书里面写的都是我们自身的一种经验值，包括我们这些同学们有家人要回来的过程，然后有朋友，然后还有台南要到澎湖坐飞机等等等一些问题都是我们身边的。其实面对之后，觉得没有那个恐惧了，因为我们日子还是要过，那该做的、该遵守规定的，
密切去做，那这一切就没有什么大问题。这间现场也特别规划了藏不住的滋味活动区，邀请市民将家己难忘的美食画落来，同时也设置了台南文化热岛的意见区，让大家写出家己对台南的意见。社区大厦也将会提供给市府来参考。假日的时阵也安排讲座，希望让市民朋友会使踊跃来参与，共同成为台南的积极公民。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接下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12度到20度，白落雨，海面边广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1月19号中加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